后来过来看这个台湾的运彩，开出着史上上悬的彩金，而且是一个人独得。这个幸运的少年呢，是伫台中市北区的彩券行开6万块，得到1650万。头家欢喜来放炮，因为这间伫咧台中北区的彩券行开出有史以来上悬的运彩奖金1650万。年轻人但是他是戴口罩啦，来买这个正确比分。头家讲得奖的是一名挂喙暗的少年仔，伊开6万块买2张，3万。伊对德甲联赛拜仁慕尼黑对上霍芬海姆的正确比数，他就猜1比4，弱队他就赢了4球，那强队呢反而只得到了1分。所以那个赔率就相当的高。比赛一结束，原本吃勇的拜仁慕尼黑竟然大冰船，结束23连胜的纪录，也佫有这个少年仔约到正确的比数，含头家嘛带一个感觉是有够厉害。比赛赔率高达275倍，会当摕1650万的彩金，而且唔免纳税。我们的1注是10块钱，那他是买很多注，那因为单注呢都没有超过5000块，也就是单注没有到500倍啊。所以他这个所有的注下来都不用缴税，对。台彩公司就讲，进前的税法规定，一注若是超过2000块，得奖就要扣税金。今年是改做一注超过5000块才要扣。这名少年仔拄好拢无超过，运气实在有够好，会当实摕1650万的彩金。